第七种媒体见证包括瓜田、那家、柳营后壁城市的农会正式甲黄金荞麦生产合作社签约，未来3个月一直到114年底，合作社将每公斤42块来收购，加上定出收购产量，预计113年将达到400吨，相当可观。借出建立专属于台南的黄金荞麦品牌，主要增加台南农民的收益，也希望变国际市场。刚开始就是我们黄金荞麦生产合作社跟我们关田农会合作契作，那这个契作双方都非常满意，而且种出高品质的这个黄金荞麦之后，那透过我们离总干事再去人工甲贺到修口整合了我们今天签约的六甲、柳营和这个后壁，大家一起能够这个帮忙农民，但是也是帮忙我们黄金荞麦种出最好的台南黄金荞麦，能够这个打进市场。把关之下不需要农药，跟我们也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农民不要使用化学肥料，你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料没有错，可以。但是我们希望保护我们的土地以及我们的食品的一个优质，所以我们目前也申请了跟农民一起来申请所谓的产销履历。为提供在建过田、先水、先肥料，更不需要农药的黄金荞麦，其中委托漫画上多仔细服装亲自来煮食，而且全国朋友拢来品尝台南荞麦面的口感加美妙滋味，希望成为台南之光。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好，再来右手边有请。